蹄坊运动道长到小琉球，因客家家出同马蹄坊协商做纪念。因为我们琉球是一个珊瑚礁岛，它几乎是台湾离岛里面唯一是全岛都是珊瑚礁构成的一个岛系的一个风景区，所以也因为这样，在琉球你处处可以见到很多因为农生起来的这种珊瑚礁癌的奔来啦，或者是地质景观的一个特点哦。这个也是我们琉球这几年来吸引很多游客来我们这边啦。早上呢，对东港到小琉球8点钟边呢，车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交通部观光局同民国89年将小琉球加入太平湾国家风景区过后，开始调查体质和生态资源作为建设。因为新养的小琉球向来进来更多人客。不过那边经济发展得蛮好，得蛮闹，得蛮脏。水那边的水其实得蛮呛啦，因为没工厂，没人那做嘛个。水都得蛮好，以前来那边没嘛个人，又很偏僻，嘛个都没也没有民宿，什么都没有。那近年来是得蛮好，是因为棚管处我在这里好好的规划，所以那边变得蛮脏，得蛮好料。因为这几年呢，是因为那个我们小琉球去推动了那个生态，就是我们小琉球当地的一些潮间带的生态的美。然后带动了整个小琉球的观光事业，对，那也因为大鹏湾呢，在这几年的进入到把小琉球纳入为国家风景区的一个区块，对，那所以它整个在媒体曝光上面就是也有蛮大的那个助力。所有沙巴只为有人来，小琉球年平均温度25度，做得个无寒天，一年头天就有人来浮潜，也特别係唯一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台湾离岛。在去年来讲，我们门票收入的游客人数达到26万4千人对小琉球来讲，油气的承载确实是一个负担。那小琉球唯一承载负担里面可以管制，就是因为它的船数有限，所以在这个量的管制上，它还有受到这样一个交通形式的一个模式的一个管制我们的小琉球的一些生态就在这几年当中也慢慢的遭受到一些就是伤害。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把它分散到其他一些它生态的浩劫或者是一些再带动更多的游客来到小琉球这边玩？现在人都做夜间探险，潮间带、浮潜，呢種都哋看下海地特蠻鬧嘅地方，你綠島都冇看到那安江、安鬧，還有熱帶魚，還有綠蠵龜。小琉球落日田喺林暗石頭天菜留料蔬菜，一暗年一多。小琉球頭一幾年觀光發展起來過後，充滿人商機，環境同生態負擔咪見來見重。同樣上喺太平灣國家風景區，相對來講係主要嘅太平灣灣區，三唔像小琉球有暗好嘅發展，人人同奶酪。有一種講法，太平灣係雪中送炭，小琉球係熱爐甜炭。它现在以前就是一个风景的景点了，只是说它一个规划的建设没有那么完整，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着力就比较深，花的心思就比较多，所以到现阶段来讲，就会造成说大鹏湾的游客人数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然后小琉球呢，反而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开发跟行销这几年就是20-20万的游客人数的一个成长对大鹏湾这个区域来讲它不是，它不是锦上添花，它也不是从零开始，它是从负数，我们从负数把它归零，那从负数到归零这一段期间，我们花了就将近快7-8年的时间了。一輛輛遊艇溜出田塘碼頭，今日早上幾一團台灣來嘅人客，站嚟一座隧道，
也特别喺太平湾的鹅福岛，每湾起地度当少数闹热有了景点。鹅福岛本来係鵝農留採水的鵝殼，做成四種頭一特別，都係幾廿生年形成的世道。這樣是學鵝的歷史，變做嘅一下生態觀光高深的內容。科科岛变成一个观光的话，那个也不是观光开始的，也是由民间开始的。民间的人想办法我要火，所以他就在科科岛旁边大规业鹅棚，然后去给人家带来观光看。到久了又发现这是一个商机，慢慢的大部分再盖出一个东西出来，结果变成外包方式去竞争经营。一邊好教冇，有乜感受？哦，真好教，伊好教哦。啊，不過開發還有就無講真好吼。啊，希望咧以後敢若講有機會，喊教風部哦，多開發也得會來分大家來教，大家來迄個哦，啊分大家來講真好嘅所在安尼。所以講咧，就你去炸咧，到魚了就你美軍那個炸落安尼，哦，就自殺的迄種咧，啊，迄個基地就是直接食，哦，就直接有只起堆。太平灣清早期嘅開發史其實係同軍事有關，有一期所在太平灣洋基路地點對日本時代起事作為南部軍事重地。文史工作者3萬前進這樣式嘅開發史，結合採地嘅圖覽，也咩一下太平灣附近嘅社區當少數嘅其中一項發展。就在日據時代的時候做軍事使用，那在清朝的時候也看出它的一個軍事的位置。實際上在清朝就已經看出來，在就是那個牡丹事件之後，在台灣西岸設了3個炮組點，一個是玉仔京城，那一個是旗山的那個旗山上面的一個炮台，另外一個是在東港。那東港這個部分呢，設定的點呢，也就在大鵬灣北面出口那附近。以前哦，整個大鵬灣哦，都是南平里這邊的居民在整個大鵬灣裡面養蚵，啊，整個養蚵以前在最興盛的時候是整個大鵬灣你看不到水面，可是為了配合政府哦，要開發為觀光區哦，所以整個大鵬灣的蚵本都全部徵收掉，後來才變成哦，整個水面上、水域上都沒有蚵本。以前大家都有頭路，大家都有工作，啊，一個迄個政府收起來的時陣哦，較緊就大家哦，百姓無頭路一大堆，啊，總連要算講要改職業哦，足困難啦。啊，大家哦，若少年攏出去，啊，剩只留佇遮啦。即擺趕緊大鵬灣厝甲咱開發較緊的，啊，互大家較有頭路安尼啦，重點啦。重點就係大家都冇頭路，太平灣是南部生態蚵田、蚵棚增速測睇，規則灣區嘅經濟發展未停下來嘅。也特別係太平灣嘅南邊社區，因為當鹹太海，根本冇農業，特別單單做學蚵嘅賺錢，也搶做得做人工落實。經濟的需要啦，時代的變遷，東港那一邊呢，往那個嘉義、台南那邊學習怎麼樣種蚵，然後把這技術慢慢，因為在東港西裡面去養蚵的話，還是有危險的，因為那個有水流啊、颱風的問題。那後來慢慢移植到這個大鵬灣裡面，大鵬灣裡面久而久之就變成這鄰近社區的一個主要經濟動脈了。現在這個樣子就是還留一些少許的蚵本，就是因為第一個是要保留吼以前大鵬灣的產業啦，所留下來的，所以讓觀光客來這邊可以體會哦大鵬灣以前養蚵的歷史。啊，第二個就是說讓遊客來到科科島能享受品嘗到大鵬灣的實質的蚵啊。對學蚵嘅講緊清好嘅法律唔存，都也社區沒落體。這樣是協調太平灣蚵棚增速嘅民意代表新冠總統，認為自家唔應該同政府談訴。這是我感覺，我真目前上最難過的是，當初要講徵收這時，咱是攏講真好話，我們不希望他們下一代去從事這個行業，希望政府來開發啊，整個帶動整個商機，吼啊有商機，你就工作有工作就會當吼有一個較好生活，安尼，即擺安尼變做遙遙無期。議長自這個開始大鵬灣的開發，伊就參與芋頭，就犁頭地點來參與，甚至來考訓百姓，
来做含政府的桥梁的工作，非常会做的时间投入。结果真所有政府做起来，互伊感觉泄气，甚至嘛有感觉一点，伊是来骗百姓，到政府来骗百姓，让他满心酸、满难过。以前这可能是差不多像阮这个年岁啦，但是哦，多数少年的是拢较无啊啦。啊，阮这个年岁哦，到这阵来是较无头路啦，较无头路啊，都有时啊到尾啊拢打工啦，尽量会当打工就打工啦，啊无头法度嘛是无头路。设计方评观处要注意到，迄个无沙期无菜铁文化，太频繁会变做一个强强的恐吓的。也近年来，除了同沙期天数做简单的两米化，还做人力技术投篮的培训。大部分管理处也知道说，这个的开发对这个社区里面所受到的冲击非常大，但是问题怎么样协助出来，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所以现在还在磨合期，还在思考怎么样去协助。以前都是养殖的社区嘛，所以并没有说很不同的特色啦，跟其他社区来讲，不是说很大的特色。但是我们一直在培养，在辅导他们，就是说，第一个，你环境空间的塑造；第二个就是他们产业，观光产业的辅导。配合伊是有讲，会当做民宿啦，一寡产业啦。但是哦，嘛是到 BOT 含咱配合来会当，差不多。BOT 若有要含咱尽量，嘛是伊内底有工作嘛是叫阮地方的按阮是较重视安尼啦。问题还转到的 BOT 案，原来这样是合约来评估方案，按所提供4060工作机会，这样发展一向做唔到的。也在我们合约里面规定必须要。雇佣当地这些当初我们拆科架这些养殖户最起码要20%，要雇佣当地的人。那因为这个时程有些耽搁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 BOT 这些建设成果，可能就是对当地的居民渔民没有这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毕竟你整个下来所需要的工作的项目那种内容。跟他们原本的工作形态的内容是不同的，因为专业的是养殖，那你现在能开发出来的东西，你不可能叫他当主管的位置吧，也不可能去做一些行销的东西，不可能，所以最后这种提供工作机会，大部分都变成剩下清洁工、雇工、看门，就这样子。我觉得不管是政府规划这个 BOT， 还是说我们初期投入的这些基础的建设我认为都只是在抛砖引玉的阶段。因为它的腹地实在非常的广，那我们认为它的未来的潜力爆发力应该不止于此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只是让大家注意到大鹏湾有一个非常好的天然条件。太平湾对粤澳的转型变做发展观光，清好模式还係拿 Q 嘅產業加入觀光形態來結合。不過粵澳嘅產業做得個冇發展呢？青創要行起人的部分，按樣本他家實際了解到，也都要對養殖業變做觀光業才有發展咯。也看來一條路一向行當長。